嗱，呢20歲書講釋迦啲係講你要做我嘅命令，要順服我嘅命令。上帝講，你嘅平安了你降水用人唔是切合。嗱，上帝講係講釋迦要做嘅命令行，像你嘅平安充滿咗釋迦嘅身份，中你啲像降水唔是走合嘛，佢嘅快樂樣可能出。像你會做樣人也唔是點所以是家這樣來到上帝嘅面前，相信主耶穌基督佢嘅平安，佢嘅快樂唔是切，唔是走合，像你會做樣人可能出佢講。嗱，你嘅20歲書48、19節一樣講釋迦啲係講釋迦要聽上帝嘅命令，要順服上帝嘅命令，釋迦嘅自信也得到佢嘅平安，得到佢嘅快樂，也唔是切唔是磨合釋迦嘅自信嘅名在上帝嘅面前。當然啦，因為到釋迦要順服上帝嘅命令，要做佢嘅命令嚟行，當然釋迦高把釋迦嘅自信要聽上帝嘅福音，聽佢嘅命令嚟行，嗱佢嘅平安，佢嘅快樂在釋迦嘅身份中唔是切合，所以先讓釋迦有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上帝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。嗱，你行嘅禱告，本龍總統弟兄妹係講要不到平嘅，要他那痛也好，要心肝痛也好，心肝睇話你要不咳也好，佢就腰骨痛。嗱，呢樣嘅小病，你心肝你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嗱，萬一你接一嘅禱告，也要扎信心咁嘅橋下，要心肝不咳，他那痛，頸筋棒棒，佢就腰骨痛，佢就腰唔方便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個變相，一個全能嘅力量才能嚟支持佢，為了佢嘅身體得到健康，佢嘅病不易打發hết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你得上帝嘅聖者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